您好。您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娜。你是从哪里来？我是从上海来的。你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50岁了。你有什么梦想？我很喜欢唱歌。我有梦想啊。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我能当一名好歌手。我的家人不要让我在这里参加比赛，但是我要做的最好的。很ง่าย加油加油加油有请下一位学员，请掌声鼓励。听完了他的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们来听一下3位导师的点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叫王娜。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上海啊。不好意思，你多大了？是秘密啊。要秘密吗？今年我50岁了。50岁，跟你妈一样大吗？哦，跟我妈一样大，真的看不出来耶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你
喜欢。他唱的不错，但是还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声音。恭喜你在凤珠的战队。好，完